大家好，歡迎收睇英國呢個星期發生咩嘢事。今集我哋會一齊回顧2025年5月5號至11號呢段期間，英國發生咗幾單重要新聞事件，由政壇風波到自然災害，以至文化焦點，一齊嚟睇下英國呢個星期有咩要注意。首先，英國政府原定公布嘅國防策略檢討報告再度延誤，引發軍方同政界不滿。負責領導報告嘅羅拔臣勳爵同巴倫斯將軍被批評未有同現役高層軍官充分溝通，導致報告內容空泛，被形容為得個樣。據了解，報告原意係要重新評估英國國防投資，應對全球新威脅，包括俄羅斯、中東局勢同網絡安全。不過，由於內容未有具體採購計劃、時程表，甚至成本評估，有前線將領直言，等咗幾個月，只係等到一本冇肉嘅藍皮書。另一邊廂，英國首相施紀賢因為推動削減福利開支而陷入政治風波，其中包括取消長者冬季燃料津貼、限制育兒津貼等措施，觸發工黨內部激烈反對。英國改革黨黨魁法拉奇喺最新民調中領先工黨10個百分點，反映基層對執政黨越嚟越不滿。工黨超過120位國會議員聯署要求撤回有關改革，並警告如果政府硬推，唔排除會喺國會投票反對黨內議案。除咗福利問題，移民政策同財政紀律亦成為內部爭議焦點。有分析話，施紀賢上台以嚴謹形象見稱，但係依家似乎面對領導危機，唔單止對手進逼，就連自己黨員都開始質疑佢方向。星期日朝早，倫敦斯坦斯特德機場發生電腦系統故障，大量航班登記程序癱瘓。根據乘客提供嘅相片，航站樓人滿為患，有啲人等咗超過90分鐘都未能成功 check in。事後機場管理公司表示，問題已經修復，不過旅客仍然需要預早到達機場，因為系統恢復需要時間。好多受影響旅客喺社交平台投訴，話完全冇人出嚟解釋情況，機場前線員工亦顯得手足無措。有旅客話，好似坐時光機返去2000年咁，一切都靠手寫，唔通叫我哋攞紙機票。英國天氣異常暖和，係有紀錄以嚟最熱嘅5月上旬，多個地區氣溫突破攝氏23度，甚至高過西班牙阿利坎特。天氣乾旱引發山火，包括西約克郡、達文摩國家公園、南威爾斯等地區都錄得野火報告。消防處出動直升機灌救，而海恩哥姆國家公園 Cairngorms National Park 亦發出極端火災風險警告。當局呼籲市民避免野外生火，包括燒烤、營火等活動。氣候專家指出，極端高溫同乾燥天氣將成為英國未來嘅新常態。政府需要加快森林管理同緊急應變資源部署。英國女子樂隊 Remember Monday 將代表國家出戰2025年歐洲歌唱大賽，參賽歌曲 What the Hell Just Happened 融合鄉村流行同搖滾元素，講述現代都市人經歷混亂夜晚之後嘅反思。Remember Monday 係自1999年以嚟首支全女子樂隊代表英國參賽，佢哋曾經參加 The Voice UK。呢首歌喺網上推出後反應不俗，被譽為一首節奏明快、旋律上口嘅參賽殺手。大賽將喺5月17號喺瑞士巴塞爾舉行。英國樂迷都希望 Remember Monday 能夠打破多年嚟喺比賽中屢敗嘅局面。以上就係今個星期英國5單最矚目嘅新聞事件，反映咗國內外政局、民生問題、自然災害，甚至音樂文化都同我哋息息相關。如果你鍾意呢條影片，記得 Like、Share 同 Subscribe 我哋唔講英國嘅頻道。下星期我哋再見，拜拜。